晚上好，歡迎收睇正在直播嘅中山新聞。首先嚟睇下新聞提要。琴日，市委書記郭文海到西區街道突擊檢查消防安全工作，強調要以基層黨建引領社區安全管理，堅決將消防安全各項工作落實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嚟睇新聞詳細內容。琴日，市委書記郭文海到西區街道突擊檢查消防安全工作，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安全生產同消防工作嘅重要論述精神，認真落實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深刻吸取近期個別地區消防安全事故教訓，舉一反三，全面開展大排查大整治，以基層黨建引領社區安全管理，堅決將消防安全各項工作落實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喺金港酒店，郭文海現場檢查消防設施配備、微型消防站建設同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情況，並就消防安全培訓等與工作人員交流，叮囑企業堅決扛起主體責任，切實將消防安全落實到位到人。郭文海隨後嚟到廣豐社區，了解黨群服務站運行、消防安全動員、志願服務等情況，並現場檢查電動自行車充電樁建設等工作。佢強調消防安全人人有責，要強化黨建引領，將消防安全工作融入日常，揸在經常，針對基層幹部、物管人員開展消防安全培訓，全面提高基層應急處置能力，要做好消防專業設備設施統籌配置，大力推動居民自建房安裝早期火災報警裝置同滅火裝置，推廣配備輔助逃生器材，確保一旦出現火情，早發現、早預警、早疏散、早處置。要廣泛宣傳，發動群眾深入開展消防安全宣傳教育，進社區、進企業、進校園、進家庭活動，加大逃生同用火、用電、用氣安全知識宣傳，引導居民群眾以及酒店、出租屋、士多店、五金店等場所經營者提高安全意識，做好自查自糾，對發現嘅問題堅決整改到位，群防群治，守牢安全底線。喺突擊檢查過程中，郭文海發現有自建房出租屋違規使用竹木腳手架、非阻燃型密木式安全網等已禁止使用材料，存在嚴重安全隱患，要求相關部門同鎮街馬上依法依規責令業主喺最短時間內進行整改，堅決清除風險隱患，杜絕火災事故發生。佢強調，全市上下要認真吸取教訓，各鎮街村居要進一步加大力度，全力開展自建房、出租屋、醫院、學校、酒店、一老一小、高層建築施工工地等重點場所安全隱患排查整治，不留死角、不漏盲區，發現問題立即整改，確保萬無一失。本台記者報道。琴日，市長尹念雄主持召開安全生產工作會議，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安全生產同消防工作嘅重要論述精神，認真落實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刻吸取近期火災事故教訓，按照市委工作安排，對做好歲末年初安全防範工作進行再強調、再落實。尹念雄指出，歲末年初生產經營活動活躍，各類安全風險交織疊加，做好消防、建築施工、交通運輸等領域安全生產工作意義重大、責任重大。全市上下要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認識當前安全生產形勢嘅嚴峻性、複雜性，切實增強安全生產工作嘅緊迫感、責任感，堅決克服麻痹思想同僥倖心理，以最高標準、最嚴要求、最實舉措揸細揸實各項安全防範工作，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同社會大局穩定。尹念雄強調，要立即行動，舉一反三，喺全市組織開展消防安全隱患排查整治專項行動，充分發動網界員等基層力量，對自建房、出租屋、人員密集場所、醫院、學校、建築工地等重點領域開展全覆蓋風險隱患排查，確保用火、用電、用氣安全同消防通道暢通，切實築牢消防安全屏障。要壓緊壓實責任，狠揸工作落實，全面落實部門監管責任、鎮街屬地責任、企業主體責任，確保責任落實到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崗位，形成齊揸共管工作格局。要加強宣傳教育同輿論引導，廣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識同應急逃生技能，提升公眾安全意識同自救互救能力。
魯江、周作德、歐陽錦泉、陳輝東、郭淵參加會議。本台記者報道。琴日，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與市政府組成人員座談會喺市會議中心召開。會議緊扣市16屆人大5次會議確定嘅關於深入推進人居環境綜合治理的議案辦理落實情況，面對面交流成效，查擺問題，共商對策。市長尹念雄、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李長春出席會議並講話。會上，副市長歐陽錦泉匯報1號議案辦理進展，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徐寧君通報專項視察調研結果，市人大代表結合履職調研同群眾關切提出意見建議，市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作現場回應。尹念雄表示，人居環境綜合治理既係民生工程，亦係發展工程，體現咗市人大以人民為中心嘅價值追求同對中山高質量發展嘅深謀遠慮。市政府將認真吸納建議，轉化為具體舉措。佢強調，要將人居環境整治融入美麗中國建設大局，更高質量推進8000萬工程，做好擴面、提質、傳承、創新、轉化5篇文章。要全力落實政府工作報告各項部署，紮實辦好民生實事，嚴格執行財政預算。要以更嚴要求自覺接受人大監督，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健全監督落實同結果運用機制。李長春表示，喺市委正確領導下，市政府統籌攻堅1號議案辦理取得顯著階段性成果，城鄉人居環境面貌大幅改善。市人大常委會及各級人大代表開展咗全年度全覆蓋跟蹤監督，各級人大代表要持續履職擔當盡責，當好民意收集員、治理監督員、典型宣傳員。市人大常委會要深化監督實效，以精準監督助推治理走深走實，共繪中山宜居宜業美麗城鄉新圖景。市領導林海、陳扶英、吳軍、魯江、周作德、陳輝東，市人大常委會秘書長余振孝、市政府秘書長郭淵出席會議。本台記者報道。今日中山文旅集團喺火炬高新區城東社區舉辦美麗鄉居平台訪園6日培訓會。眼前呢棟位於火炬高新區張家邊社區窈窕小區嘅青磚碉樓，已空置咗近20年。但就喺最近，佢迎嚟咗一位新主人，嚟自香港嘅張岩峰。佢通過美麗鄉居平台同碉樓一見鐘情。偶然發抖音，剛發現有個美麗鄉村計劃啊，那我按進去，剛好這個村委那邊好像有一個放一個在平台上面。當時我是在馬來西亞玩，那我立刻就叫朋友來找到房東，我就立刻就飛回來。張岩峰簽落租約後，即刻着手修復呢棟百年碉樓，用作自己同朋友聚會嘅場所。碉樓原來的業主到美國去了，也一直想尋找一個承租人，把它那個盤下來。通過這個鄉居平台之後，上線了，大概10天之內能對接上一個需求方，然後的話能很快速的來簽下了一個合同。火炬高新區方面希望通過美麗鄉居平台，將更多沉睡資產轉化為鄉村振興嘅致富活水。我們開發區目前呢，還有比較多的那種沉睡的房源。目前我們梳理排查的大概有150戶，主要存在的問題呢，可能還是產權方面，橋房它有比較多的產權人，溝通方面可能有一些不是特別順暢的。現在我們村的話，一些橋房比較零散，而且分布在村裏面的各個角落。我們希望通過這個美麗鄉居這個平台進行線上推廣，把村落裏面的各個橋房進行一個盤活，然後進一步提高村集體的一個經濟收入。美麗鄉居平台為盤活橋房提供咗高效嘅數字化解決方案，為幫助村居工作人員盡快上手，中山文旅集團通過舉辦培訓班，指導同發動各村社區將閒置房源應錄盡錄。目前全市已上線美麗鄉居平台嘅閒置橋房信息有近700條。中山文旅集團仲將引入美食、支付平台等資源，讓閒置橋房煥發生機。本台記者楊啟寧、余德權、通訊員梁展宏報道。琴日深中對接產業賦能，共拓中山古鎮照明燈飾產業帶跨境電商新藍海大會喺古鎮鎮舉行。活動喺深中產業帶跨境聯動啟動儀式中拉開序幕，象徵住深圳嘅跨境電商前沿資源、渠道優勢同古鎮嘅照明燈飾製造實現深度對接，為產業出海按下加速鍵。
深圳呢是中国在跨境电商上面去最为发达的城市，集聚了国内超过1半的这个优质的跨境电商的卖家，还有服务商，还有平台的资源。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希望把我们中山的源头的工厂和源头的这些产品，跟深圳的这种优质的运营，还有一些專業的服務鏈路，包括平台去進行一些深度的這個結合。活動現場仲設置咗超100個專業展位，打造集製造展示、平台對接、服務賦能、政策諮詢於一體嘅全景式資源對接平台。超50家古鎮優質燈飾製造企業集中展示創新產品，全球知名電商平台首次集中發布針對中山燈飾產業帶嘅專屬入駐扶持政策，從物流、支付、金融到財稅合規、品牌營銷，覆蓋出海全鏈條嘅頂尖服務商齊聚，為企業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本台記者陳子興、梁景標報導。今晚嘅中山新聞播送完啦，稍後仲會有城市零距離。